说，我们坚持理念，继续加油，永不放弃。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，不要哭泣。我们一定可以，就是说，面对困难，没有什么就解决困难。然后面对挑战，我们就试着去克服这些挑战。那虽然今天我们又在北农担任总经理了。 但是我们还是在农业的这条路上，大家是会继续前进的，也一定要继续一起前进。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？我就是回归作家的身份。会不会在农业上继续做？对，我们一定，我们从来就是在农业上就是在努力啊。我出生在农村，不管我是做社会运动，还是我写作。 或者是当北农的总经理，我们一样就是在为台湾的农业农民在打拼。在政治上会不会再做进一步的发言？我现在就是回归作家的身份。谢谢大家，要加油！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